透新一集嚟啦！今日睇下薩新耳筒，量子計算公司蝕錢都搶手，網民實測界 Fieri 有冇爆粗口，同埋 Google TV 救星 App 一齊睇。聽歌跑步唔失耳。薩推出奧賓達士耳筒嘅兩款新耳機，主打輕便同改良佩戴感，開耳設計令運動時聽歌都自然，仲有平啲嘅版本推介。運動愛好者應該會中意啦。蝕幾百萬都有人搶。量子計算初創 Quantinuum 雖然成日蝕錢，但投資者依然搶住要入場，顯示市場對呢項未來科技充滿信心，公眾市場地位越嚟越穩。高風險高回報，資金真係勇。網紅續集睇美食節目，網紅 Dr. Spaghetti 花時間續集檢查界 Fieri 嘅美食節目，想揾出佢有冇偷偷爆粗口，結果引發全網熱議。網民笑佢太執着到呢點，真係冇得頂。Google TV 終於好用，新 App 4K 專治 Google TV 界面混亂問題，用過之後排版乾淨利落，操作體驗接近 Apple TV， 終於令舊裝置變得好用返。界面清爽，追劇體驗大升級。科技世界變化快，我哋下期再見。記得訂閱同分享，一齊掌握最新動態。